Hello，大家好，我係阿積啦。咁阿積今日咧就繼續喺海雅繽紛城呢邊同大家去介紹翻啦。咁我上一集視頻嘅結尾咧同大家講咗啦，咁今一集會同大家去介紹翻呢一個非常之神奇嘅戶型啊。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單位咧，咁啊係85平方做兩房兩廳兩衛嘅嚇。咁啊同大家講翻啦，咁啊佢一個單位嘅話咧，佢成一層落嚟咧就只有兩個，咁啊分別咧係有一個係北向嘅，一個係南向嘅，同我哋上一集介紹嘅77平方嗰邊係一模一樣嚟嘅嚇。咁啊〜同大家講下，佢呢邊神奇咧就係兩房兩廳兩衛啦，咁啊喺市面上咧係完全揾唔到同樣嘅戶型嚟嘅，即係咧你好似住宅都好啦，你最少咧都係三房兩廳一衛，兩房兩廳一衛係嘛？咁或者係三房兩廳兩衛啊，咁啊只有咁樣嘅一個配置，但係咧兩房兩廳兩衛咧揾唔到啊，包括你所有嘅公寓都好啦，或者所有嘅住宅都好，都揾唔到嘅。OK， 嗱，同大家介紹下佢嘅一個神奇之處嚇。咁喺呢個位置咧，咁啊就係會有一個廚房。咁呢個廚房嘅話咧，佢係可以做到明火嚟嘅嚇，完全可以明火煮食嘅，因為佢係端頭位嚟嘅，即係85平方，佢南向都係端頭位，北向咧都係端頭位嚟嘅。OK，咁喺呢邊嘅話咧，大家睇到佢成個廳有幾闊？呢個廳咧足足有去到5.8米，係咪好誇張啊？咁啊呢邊可以放翻張台凳啦，可以睇下電視啦咁樣嘅，然後後邊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放到個餐廳，非常之好。所以咧呢一隻咧係佘詩曼最中意嘅一個戶型啊，所以咧當時啊佘詩曼咧佢喺呢邊做代言嘅時候咧，開發商送咗一個85平方嘅俾佢，當作一個代言費嚇。OK 咁喺呢個位置咧係會有一個門有個門喺度，然後咧佢喺呢個咧係需要大家自己做翻嘅鞋櫃位置嚟嘅。俾到大家做翻個大致參考門嘅話咧，佢都係一個智能門鎖，然後咧呢個位置咧佢都係一個長露台。南向嘅話咧就係望翻下邊咁靚嘅景觀啦，係咪非常之好啊？呢邊咧大家可以睇到商場上邊咧已經係有一個戶外嘅非常之靚嘅叫做飲茶嘅地方啦平時食下燒烤啦飲茶嘅地方咧就喺嗰邊。非常之好係嘛？夜晚咧呢個位置係十分之熱鬧嘅，咁包括下邊嘅呢個商場咧，吃喝玩樂乜都全部齊晒，大家想要嘅所有嘅生活上邊嘅配置，唱機睇戲食飯，入邊全部都齊晒㗎嚇。咁呢個位置長露台，滿足得到大家十分之中意嘅大露台嘅感覺。OK， 咁呢個咧就係佢嘅外邊叫做外邊嘅樣。咁我哋睇翻佢內籠。內籠係咩嘢咧？咁就係兩個房間同埋兩個廁所啦。咁呢邊首先咧，第一個廁所，俾到大家睇一睇。呢邊係公用嘅洗手間，平時朋友嚟到可以用到嘅。咁我哋主人嘅洗手間係陣間喺入邊嚇。咁呢個咧就第一間房細房嚟嘅，唔大，但係好好用。大家睇到佢個採光係非常之光猛嘅。好，跟住呢邊咧，主人房係有洗手間嘅。套房，好，套房入到嚟呢邊咧，非常之大嘅臥室位置，係嘛？然後咧呢邊嘅話咧就同我哋啱先睇嘅露台嗰邊嘅景觀一模一樣嘅，非常之好，係嘛？咁呢一隻幾錢咧？呢一隻嘅話咧總價咧要去到70幾萬，咁總價嚟講咧會相對於我哋早兩期介紹嘅視頻嚟講咧會高好多，但係咧。好好用係嘛？咁真係有屋企嘅感覺佢呢個咧，佢嘅一個面積咧係85平方。咁我呢邊最低嘅總價咧可以去到79萬咁上下。當然啦，有啲高高低低嘅樓層咧，價錢上邊係有所浮動嘅。大家如果覺得呢一個單位十分之適合自己嘅話咧，先通過右上角呢邊嘅 QQ 同我呢邊取得聯繫啦。因為佢呢邊嘅單位85平方嘅單位咧係十分之稀缺嘅，十分之稀缺又可以明火煮食，又係兩房兩廳兩衛。市面上揾唔到絕品嚟㗎啦，所以大家有興趣嗱先通過右上角呢邊嘅 QQ 同我呢邊取得聯繫啦。我哋今集視頻咧，海雅繽紛城已經係介紹到呢度結束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加多關於海雅繽紛城呢一邊嘅項目情況、價錢、景觀、樓層各樣嘢，你只要想要知道嘅所有嘢都可以問翻我。我呢邊咧亦都可以俾到大家非常之有誠意價錢俾到大家㗎。我哋新春嘅活動咧
係唔單止局限喺海雅繽紛城呢邊啦。咁我哋海雅繽紛城呢邊咧係因為佢係需要收團購費嘅，所以我哋新春節大禮包咧係免咗呢個團購費俾到大家㗎。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嗱先捉住呢個機會啦嚇，非常之有優勢嘅價錢，唔怕大家去其他地方去比價嚇。我哋價錢絕對做到最低俾到大家嘅。所以大家對海雅繽紛城有興趣，嗱先通過右上角呢邊 QR Code 同我呢邊取得聯繫啦。我哋下一集視頻咧會帶大家去睇翻更加多嘅樓盤嘅。我哋下集再見，拜拜。